来宣告。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来亲近神。我们走向圣殿，我们走向神的锡安山的时候，我们要敬拜他。所以我们在敬拜他的里面，我们的心是充满了从神来的热情。阿们。所以我们呢，从今年开始，我们要更多一个美好的天国的文化在我们当中。是，所以呢，我们会请我们弟兄姐妹往前坐，往前坐。那把前面坐满之后，我们再让引导座位的人员呢，让弟兄姐妹从后面这样慢慢的就绪。好，所以呢，我们的铁三角同工呢，如果在前面的位置有空位，弟兄姐妹可不可以坐？前面可不可以坐？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你坐在前面是最好的。那如果后面这个前面还有空位呢，就由我们的铁三角同工来把它补满。如果有弟兄姐妹坐了，然后没有坐的有空位的，由我们弟兄姐妹来补满。所以这是神在我们当中给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气象，在永光教会里面来一起敬拜神。我们来到神的里面，全人的敬拜他，因为神喜悦听见我们的声音。阿们吗？阿们。这个时候牧师邀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同起立。哈利路亚！我们的双手来邀请圣灵。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说：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依靠你。圣灵，我依靠你。圣灵，我爱你。圣灵，我哈爱你。利路亚！我们有30秒的时间，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与圣灵说话，让他来启示你今天的敬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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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谢谢主。我们要一起用使徒信经，我们要一同来祷告。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阿们。来跟旁边的弟兄姐妹，你跟他说，前来敬拜就带来祝福。来，前来敬拜就带来祝福。阿们。哈利路亚！一起来宣告神的荣耀尊贵全都在这里运行了。阿们。阿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带着我们欢喜快乐的心来向我们神歌唱。
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醒着，神都必保护我们，必保守我们， Amen 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阿们。凭着信心来唱这首诗歌，将我们的困难交给我们的神。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我
称谢你的名，愿你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 Amen 保护着我们，陪伴着我们。 Amen 谢谢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荣耀的器皿， Amen 所有的一切荣耀都归给你。 今天早晨我们要唱一首新歌，将我们的敬拜成为馨香的活祭给我们的神。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选择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选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从头唱的时候，邀请大家能够举起我们的双手来敬拜他。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选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
神他对我们说，孩子，我已经将我的独生子赐给你们了，这就表明了我爱你们爱到底。我听见主耶稣他说，我的儿女们，我既为你们而死，也为你们而复活了。这代表我拥有属天属地全然的权柄都在我手中，并且我要将这权柄赐给你们了。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主，他乃是掳掠了这仇敌所有一切，在神的力量上面，神已经将他掳掠了，并且主他说他要把这属天的能力权柄都加在信他的人的身上。因此弟兄姐妹，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受钉十字架，他带下了教会在地面上留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透过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肢体，能够透过教会一起的敬拜服侍，并且在这里的祷告要带出耶稣基督他要治理这世界的大能。因此主已经应许我们，而且我们也要欢欣的来领受这样的权柄在我们当中。我们台湾的大选在昨天已经结束，不论是哪一党，不论是哪一个人他当选，然而我们知道耶和华他的大能他要降临，并且耶和华他的膀臂必为我们掌权。阿们吗？阿们。为我们掌权的是耶和华，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台湾来祷告。接下来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新的总统，新的国会。然而我们知道得胜的不在于人多人少，得胜的乃在乎耶和华。所以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台湾持续的祷告。过去40天为大选祷告，如今我们又要为大选之后我们台湾的百姓，我们的和平，我们在这里能够让台湾透过我们的祷告，让台湾成为一个福音之岛。阿们吗？阿们。成为一个圣灵之岛。阿们吗？阿们。这是我们的期待，因为人总有软弱，因此我们为台湾祷告说，主耶稣你亲自来掌权，我们要跟随耶稣，也让我们爱这块土地。因此我们要用祷告求神让我们的新的执政的团队，让他们能够合一，仇敌来的谎言，仇敌来的纷扰都挪开他们，让他们心中有神的公义和平。阿们吗？这个时候我们要来祷告，我们两个人我们要来 RPG 好吗？我们一个找一个来，两个人我们来 RPG。在第2项的当中，我们特别来为台湾来祷告。好，我们开始来祷告。哈利路亚！第一个赞美，第二个为台湾祷告，第三为对方祝福。我们有3分钟的时间，我们后面如果我们可以来带领这些还没有在 RPG 的同工的身上。我们会的来带不会的。哈利路亚，是的，哈利路亚。主耶稣，是的，当我们奉你名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把台湾交在你手中。主啊，我们要把台湾的百姓交在你手中，把这些真正的团队交在你手中。主啊，台湾是属乎你的，主，你要让台湾成为圣洁的岛屿。主啊，让我们的台湾真正走在神你的道路上面。主啊，叫我们能够在传福音，主啊，更多的传福音带着真的权柄。主啊，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掳掠了这仇敌的势力，并且主啊，你将那属天的大能交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垂听我们在你里面的祷告，我们呼求，主啊，在你里面就充满了从神来的里面。
的灵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你应许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是跟随基督的脚步。主啊，虽然在世上有许许多多的声音在影响我们，但是主，你说我们要定睛在你的面前，因为主，我们的生命属乎你。主，我们所行的道路也要属乎你。主啊，愿你那极大的荣耀就在我们当中来彰显。哈利路亚！我的生命献给你，一起来，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再一次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宣告，我的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耶稣，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宣告，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我们一定要一起跟随主耶稣。我们一定要一起跟随主耶稣。然后你跟他说，我们永远都不分离。我们永远都不分离。阿门，阿门。小组也是一样，你在永光教会的也是一样，因为这是神赐给你的产业。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在这里领受小组长的牧养，我们在这里分赐。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题，今年的主题来是什么？我们大声的来念，来，恩赐恩膏，幸福满意。哈利路亚！这就是在今年神给我们的意向。所以倘若我们今年在这里每一个礼拜好好的敬拜神，好好的在小组里边，然后好好的彼此的关爱祷告 RPG 导读，牧师跟你说，你的恩膏会满意，你的家，你的工作的职场，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国家都因你而幸福满意。阿们，阿们。这是神他要加给我们，要在这新的一年都要加给我们这样的冠冕。阿们。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主。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热情的跟旁边人请他坐。现在我们来攻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新约使徒行传第20章17到24节。使徒行传20章17到24节，我们齐声来攻读，请。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事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愿上帝的话语赐福我们听从并遵行他话的人。这时我们要邀请本堂周牧师，他正道的题目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拿起你的圣经来，有吗？我们一起来宣告：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人生的灯塔。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溢，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好。阿门，阿门。哇，牧师还不是很熟哈，感谢主。那，你们有看到灯塔吗？会发亮的灯塔有没有？牧师给你们看一下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啊？不太一样，对不对？因为要放2年，所以牧师要把它重新做，然后要放一条电线把它装起来哈。现在我发现这太亮了，会干扰你们的注意力哈。所以这样可以吗？还是不行，对不对？这个太亮了这样子刚刚好。神的话语是我们人生的灯塔，在前面指引着我们，特别在漆黑、暗淡无光的日子当中，我们更可以靠着它往前而行。阿们。真的是神给我们永光教会是有意向的教会，所以你要相信凡神给你的意念，给你的图像，都是喜乐，向着阳光，充满盼望的。那你应该怎么样？好好的紧抓住。阿们。既是从神来的，神就为你早预备好了。那你不要吗？你不要吗？要不要？一定是要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这样子来宣告我相信这是神在我们永光教会，透过我们一起敬拜他，透过我们尊荣他，他就把他一切的福分为我们所预备的按时量给我们。阿们。并且让我们怎么样可以满意而出的，这是神应许里面必然成就的。所以我们感谢神。昨天晚上，我相信昨天一整天呢，我们都为我们的台湾的大选跟国会的改选，我们都在做守望祷告的工作。特别上礼拜牧师有提醒我们，不但要为选举的过程能够平顺来完成祷告，并且要为那选后的当下，要紧紧的抓住，求神来保守所有的候选人都能够用颗平静安稳的心来祝福台湾。这重不重要？这非常重要哦。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昨天晚上任何一组的人，只要有一个人上台说我不服气，那就糟了，对不对？你知道当下在他们面前的有多少的群众是完全挺他们的哦，对不对？如果只要有一个候选人说我不服气，我不认输，那就糟了。我相信今天的台湾可能就没有办法这么平静安稳的来过我们当过的日子。所以我们感谢神，神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是为了他的百姓，为了他给我们的土地，我们献上真诚的祷告在神面前。所以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平静安稳，让每一个候选人，不管是当选的或落选的，他们都有一颗
民主的精神，好能够知道我们要珍惜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民主的制度，他们也尊重，所以彼此的祝福有没有？彼此的祝福，我相信这给我们台湾所有的百姓留下一个最美的典范。阿们。因着他们，让我们今天能够继续为这块土地来努力，为我们的家，为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更能够勇往直前。所以我们感谢神，教会神就建立在这个土地上，是叫我们能够为了他的国的降临，来成为一个守望的祷告者。你是一位守望祷告者吗？阿们。我相信教会，我们永光教会这几年不断的推 RPG 的祷告，不断的用导读的方式来激发我们开口，更会祷告，更能够把焦点对焦于神来祷告，这就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了。阿们。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度过这样一个纷纷扰扰的大选，而在选举的结果，我们看见神赐给台湾是一个安和乐利的，是一个值得敬佩的。我们看所有的世界国际都在专注我们2024，有40个国家要大选，第一个就是台湾，所以就把焦点都放在我们上面，让我们的选择成为神为台湾带出的更大的祝福。阿们。所以感谢神。我们看美国第40任的总统雷根总统，我们都很认识他，他是一个在20世纪末叶当中一个非常伟大、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人物他在69岁的时候，当时候算是高年龄了因为过去的总统没有这么多这么年长在当总统的然而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川普当总统的时候，他当时候就任的时候是70岁又过220天70岁不是退休了吗？但是更厉害的在后面不是吗？现任的拜登总统他78岁又过61天担任美国的总统，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已经过80岁了，对不对？80岁了还在当总统呢。来，现场有超过80岁的吗？80岁的吗？现场有吗？有没有？举手一下好不好？有哇，感谢主感谢主他们年不年轻？年轻，对不对？拜登都还在当总统呢，对不对？哇，真的超厉害的，而且他还想连任，你对不对？还在努力，对不对？哇，所以呢，我们就求神祝福越年长越值钱，跟他们说来。阿们，阿们这些年长者是我们永光教会的祝福因为他们太值钱了，哇，太棒了哇真的是在我们当中，他们就像闪亮亮的钻石般珍珠宝贵的这样的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不要尊荣他们？让他们觉得说，不要认为过去一般人所说的老人老的灰老灰没有，在永光没有在永光没有。你们知道吗？我们有一个小组长，超过80岁了，还在开benz的，还在开车，有没有？还在开车有没有？现在还有没有在开？没有了至少80岁的时候还在开，对不对？对嘛，所以当总统有什么了不起？他还开车在他的那个组员 Best 上山下海这样真的是超厉害我们
我们说你真的是超厉害的，阿们，感谢主哦。所以越年长越怎么样？越值钱的，太棒了哈。那雷根总统呢，他有所谓的伟大的沟通者的美誉哦，哈，他非常的乐观，而且他有一个坚韧不拔的精神啊，非常的幽默哈我们就知道说，在他的手下完成了怎么样终结美国跟苏联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核武的一个竞争，有没有？哦，那太恐怖了，现在还是陷入在这个危机当中，有没有？但是当时候很不容易哦，终结了整个世界的冷战，然后呢，他也因此所带来的就是让苏联的整个帝国的瓦解啊，这是在他手上的时候所做的。他人非常的幽默，怎么说呢？在1981年1月20号他就任，然后3月30号他就遭受一个精神病犯的枪击就赶快的这些保护人员就赶快第一时间送他到医院去雷根总统他是共和党员那他去到手术台的时候，面对主治医生，其实这个主治医生他是民主党的他就告诉他说，希望你们都是共和党员主治医生也有智慧哦，他说报告总统，今天我们都是共和党员明天就不讲嘛就至少是今天当下我们都是共和党员真幽默也表示说同心合一在美国我们看见神为什么这么大祝福这个国家，一定有他们非常重要的关键，他们是以神的话语为基础的，阿们。就像我们每次要敬拜，我们总是高举神的话语，阿们，感谢主所以雷根在他过世的前10年，他知道他罹患了这个我们所谓的老人痴呆症的时候，他就这样宣布他亲笔写的说，我个人的旅程即将夕阳西下，但我知道美国人民永远有闪亮的黎明。哇，他把大我跟小我分得非常清楚，对不对？他知道他只不过是在整个宇宙历史当中的一点点一小撇，然而他知道他祝福美国永远都是有一个光辉亮丽的未来。那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宏观的伟人的观念来祝福他们的国家，我相信神也必然兴起我们台湾有这样一个很宏伟的很有气魄的这些领袖来带领我们台湾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不管是执政党或者在野党，或者现在是当权的执政者，或者未来，我们都要为他们做守望祷告的工作。既然我们要活在这里，继续生团的家，对吧？继续世世代代在这里，我们当然要珍惜我们可以共有的这个。虽然土地不是很大，但是是很特别的，是很特别的。神祝福我们太多了，真的是太多，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这一切，也深信神的恩典会继续永留在这块土地上，因为有我们这一群人为台湾，为我们的未来常常带出祝福的祷告，阿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看见而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个最伟大的宣教师，就是保罗。他在人生的末路的时候，他所讲的这些话语，也成为众教会跟信徒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话，我们可以来看见这样的一个事实OK， 好，你跟隔壁说，我们都是福音的见证人。来，是的，我们都是福音的见证人。今天我们就透过这段话我们一起来思考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是你我一生的心志这段经文是记载到使徒行传20章是记载到保罗第3次宣教旅程回到米利都的时候，然后他回到那里，他就知道
圣灵引导他，要他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也明白，他从这个时候离开米利都，米利都是在所谓的土耳其的下面的地方哈。他知道他离开那里以后可能没有机会再回到亚细亚，就是现今的土耳其，所以他就做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那今天牧师就用这一张地图，让我们能够来了解保罗第3次的宣教旅程到底他是怎么走呢？他就是从耶路撒冷来开始哦，有看到一条线在走，对不对？好，然后到了安提阿以后，他就是巴勒斯坦这一带以后，到叙利亚以后，他就继续走走到现今的所谓土耳其这个地带哈，然后来到以弗所，好，那从以弗所他就搭船，然后去到现今的马其顿，就是现今的希腊，有没有？就是欧洲的第一站腓立比的地方。好，然后呢，他继续到腓立比地方，就是到欧洲以后，他用3个月的时间来绕了这一圈3个月的时间绕了这一圈。当然，他就是去拜访他所建立的教会兼顾信徒培育这些领袖哈。然后他到了哥林多，哥林多我们上礼拜讲的嘛，对不对？好，到了哥林多以后，他就搭船，然后又回到腓立比，好，然后腓立比以后，他那里就继续走到米利都，这个点就叫米利都哈。我画一个圆圈给大家看，那个就是米利都，就在这里哈。然后他到米利都，心里知道他必须要回耶路撒冷，所以心里一个感动，就派人去到以弗所。以弗所在哪里呢？就在米利都上面一点点，有没有看到嘛？哈，就到以弗所来请教会的领袖信徒来到米利都在那里他跟他们来说切别的话，也带出祝福在这其中哈。那然后呢，在那里结束以后，他就按着这个绿线，他就一直走回到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他第3次旅程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就没有机会回到亚细亚，就土耳其这一带，他就被怎么样？被控告然后他上诉到罗马皇帝上所以他就第3次旅程就结束了，就没有了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的一个历史背景。牧师透过这张图让我们有概念，因为我们好几个礼拜都在看这个图了所以那个概念是不是更清楚了？那你就会知道，凡圣经保罗所写的有没有？有写给教会，有写给个人的，有没有？那你就会看见，如果写给教会的，在地图上都有可以找到这些的教会。好，这是我们可以透过地图来了解这是保罗真实的一个行踪。透过这样子，他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去，也成为我们今天可以领受福音一个关键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哈。所以从这段经文就求神帮助我们。保罗从这段经文里面，他知道他离别这一些以弗所的领袖信徒他到米利都那边，他离别这些以后，他可能就没有机会回来。确实最后他真的没有再回去。好，那从这里他就自我表白他的信仰，他的行事为人，以及让这些同工知道，弟兄姐妹了解。所以这一段经文他起初就这样讲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神，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我们看保罗非常清楚告诉他们，因为怎么样？因为这条教会是他所建立的，他们明白保罗的行事为人，因为他们看见保罗这么努力的为基督的福音几乎是要舍命都甘愿的。而在他们当中，跟他们一起谈论，
一起吃饭，他们明白保罗的行事为人是怎么样的。那这里可以让我们清楚看见哦，他说他行事为人怎么样，他服侍神怎么样，有没有？所以保罗有一个清楚的顺序，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是说，他先要为人怎么样，才能够服侍怎么样，对不对？那重不重要？很重要，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这次的大选，其实每次大选都一样，就是你要成为领袖的，你要把你过去所有的摊在阳光下，让人家来检视。我们看保罗就非常清楚给我们明白，这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你的行事为人怎么样？你行事为人是配得大家学习的话，那你在服侍，你在做神的工，你在扶持别人，人们才能够敬佩，人们才能够听得下去，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这个人生活不检点，那有一天就被扛上当总统了，我们会说那是灾难，不是吗？对，所以在信仰上更是如此哦。从保罗这一段话里面，让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智慧，不管在教会，不管在社会，当你愿意来服侍别人的时候，你就是要把你的为人先陈列在神跟人的面前。所以有一个这个动作以后，你在服事上你才会得力，你服事上才必有果效，这是我们所以看见的。所以保罗又说了，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在你们，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保罗在这里给我们非常的清楚来了解，所以他在这里勉励这些同工的时候，信徒的时候，他有在说他外在的行为怎么样，是因为我们有朝夕相处过，你们会知道的，你们了若指掌的，你们知道我保罗是怎么样的做人，怎么样的讲话，怎么样的判断是非，你们明白。而我内心的思想，我就求公义的神来为我背书，因为我内心想什么，我说的我做的必然就是那个的结果。所以让我们可以看见保罗非常的明白，把自己外在跟内在的思想合一的能够陈列在众信徒的面前，让他们知道这福音所带出的祝福是何其的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你的朋友当中，你是一位怎么样的基督徒？你可以因为你的信仰坚持，让你的朋友觉得说，你的说话，你的为人跟一般人不一样，你是非非常的明白，你知道时间怎么样去分配，你明白你在这份信仰上你当尽的本分是什么？因为你既是以基督的信仰为中心，你当然可以呈现出来的是让人家看见你真的是以信仰为中心，不是口说跟所行出来的是有违背的，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处在台湾，几乎有95%不是基督徒，所以你明白吗？如果我们现在把所有的灯打暗，你依然会看到那个灯是不受控制，依然会发光的，因为那个控制不在我们的控制台，对不对？我们的控制台都可以把它关掉，但是那个光，除非我去把它电源拔掉，开关关掉，对不对？那你就可以明白，如果你为主从领受基督生命有光辉的话，那是任何的东西没有办法去阻止掉的。你永远在任何的时候，
你生命潜在的那种能量、那种祝福，你自然的会散发出来。你会让隔壁的人发现，哎，你跟人家跟我们不太一样，那是好吗？那绝对是好的。所以你要自己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在我的朋友当中，看我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徒。先认定，让他们看我，知道说我真的是基督徒以后，才来说你担任小组长了，你担任执事，你担任长老，你担任牧师。从你的行为先被确立，你是归属耶稣基督的，你有福音的大能呈现在你的生活，在你的言行上，再说你的服事就会怎么样？配得怎么样？祝福。阿们。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非常的明白，这个是非常的关键的一点。所以生活要有见证，侍奉才有果效，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说，来，生活要有见证，侍奉才有果效。是的，我们教会许许多多的小组长，生活非常的有见证，他们带着爱心、信心跟盼望，在服侍我们的教会，他们的小组我们心都非常的感动。他们愿意花上时间，现在最宝贵的不是时间吗？他们都乐意花上时间哦。这个礼拜还有人礼拜一开刀，礼拜二中午那个出院以后啊，好像是这样吗？然后礼拜几马上就带小组呢，哇，真的超厉害的。那时间我已经有一点不是很确定，但是我知道他就当天出院以后，就晚上就回来带小组了。阿们。因为他对组员有负担，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蒙福的服事。阿们。他用他的行为来表达神何等的爱他，也让他成为一个非常可爱的人。阿们。这是我们看见的。所以保罗怎么说？说服侍神，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他说服侍神服侍神，他把服侍放在最前面然后他眼中流泪，他明白不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这是保罗说的，是像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他明白他所有的一切的服侍都是为了服侍神，即便是坐在人的身上，即便是坐在家里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他都认定这都是为神而做，而那价值是油然而生，不是吗？很特别的，这是基督徒在行为做事上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他说他服侍神是带着谦卑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服侍的人最重要的一个态度。阿们。最重要的，谦卑服侍神，谦卑对待人。所以我们有尊荣的文化，对不对？我们把荣耀怎么样归给上帝，把怎么样功劳归给别人，把喜乐留给自己，这是非常棒。所以我们看保罗说他眼中流泪，表示他对信徒的关爱，就像他的亲生骨肉般的来珍惜跟每一个人的关系呢。真的是感谢主，给我们留了非常棒的一个祝福，一个学习的榜样在这里。所以我柔和谦卑，我充满热情，这是你我都必要的。阿们。我们一起来说，来，我柔和谦卑，我充满热情。阿们。是的，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一件事情。第二，我们来看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就像牧师刚才引言就让我们知道的，他表明要回耶路撒冷，是因为圣灵感动他，要引领他快快的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他明白，他这一回去，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回来看他过去所建立的教会所以他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知道他
未来的道路不晓得是怎么样。然而他邀约了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从以弗所来到米利都，在这里他也为他们说，求信徒为他祷告，求主保守他能够在耶路撒冷能够脱离一切的危难，因为他知道福音要传到地极，是神主耶稣给他的一个使命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一下好了，诚实的说哈，大家眼睛闭起来好了，你一个礼拜最少有一次为周牧师、潘牧师、牧家祷告的，举手一下。哇，感谢主！好，放下。你们想知道多少人吗？我不告诉你们的。牧师很期待哦，也许你们会觉得牧师就是很健壮的，灵魂体都是应该刚强的，他没有软弱。不，人家保罗都需要人家为他祷告呢，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求神也帮助我们，越多信徒同工为牧者祷告，你们知道吗？那越多带出的合一的力量，越能够突破我们教会的困境。当我们有意向的时候，就是要合一就能够成就。那合一从哪里来？绝对是从祷告开始。阿们。不是口所说的合一，是用行动、用祷告来建立合一，那非常的重要。牧师知道说，我们的导读是去年的我们有说到今天截止，对不对？昨天晚上12点多，我们同工早上吗？传一个赖告诉我说，现在他收到的有88件哦，88件。我心里就祷告说，主啊，今天一定还有人要交，对不对？一定会突破3个位置，看3个数字，对不对？3个位数，对不对？阿们吗？阿们哦。来，我诚实的问哦，如果你觉得今天到1点以前没有办法交的，但是你明天一定可以交的，有没有？今天还没有办法交，但是明天我一定可以交的，有没有？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告诉我们的会宴同工，就说你明天中午我可以再交，可以吗？你说周牧师有答应。好，盼望我们还没有写完的，今天把它完成，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成就神的祝福，因为太美妙了。你知道吗？在刚开始抄的时候，牧师自己写的字都觉得说，我是在做什么？连自己都觉得怎么那么丑呢？那个字啊，因为太久没有写字了。但你知道吗？上个礼拜亚拿看到我写的抄的说，我爸爸的字这么漂亮啊！他不是对我说的，他是在餐桌那里看到的我在我的那个书桌那边，我心里暗爽了就是这样子。那我自己真的从起初看的到最后，哇，差很多。你要不要练字？抄圣经最好啦！哇，太棒了哇，又抄圣经，又背圣经，然后又练字，哇，一举3得。要不要继续做？要我告诉各位，今年开始我改了一个方式 ，iPad 给我。OK， 让你们看一下哇！我今年开始用这个笔抄抄在 iPad 上刚第一堂的时候，潘牧师在写那个在说报告的时候说，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前引言，对不对？我就有写了一半，结果那个 PPT 就跑掉了我开始用这个练习写字呢，你知道吗？多棒吗？这是我这个已经写的有没有看到？哇，可以彩色呢，有没有？而且我随时可以给它换颜色，还可以画图，有没有？
还可以画图哦，真的很棒啊，有没有？你看我的字越来越漂亮，太棒了今年我开始用这种笔写，超厉害哈！有没有人要写？要用 iPad 写的，有没有？平板的没有哈。告诉妈妈，说你要抄圣经，需要一个 iPad， 有没有？有没有妈妈在这里哈？我替妈妈替你说没问题。其实他们用这个在做课堂笔记啊，因为亚伦亚呢，他们就用这个做课堂笔记，他们说非常方便哈，所以我就今年我也改一下，自己操练一下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这个太重要了，真的是太重要了，帮助我们时时刻刻有神的话语。那想尽办法让自己能够坚持下去，这需不需要？既是祝福，你就要紧抓住，好不好？有没有？这是祝福吗？你就要紧抓住哦，愿主帮助我们。今天特别讲了这个OK， 好。但是保罗有一个虽然前途未定，但是他内心有一个非常把握的，他说什么？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圣灵告诉他，你去到哪一个城市都会有捆锁，都有患难，对不对？那我们这个礼拜几个礼拜，我们这样跑过，有没有？从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哥林多，有没有？雅典有没有？他每一到之处都是有捆锁，不是吗？都有患难，不是吗？但是因为圣灵起先告诉他了，这是告诉他什么？就是说，我知道你前面会遇到什么，我既知道，你就要安心，不是吗？上帝都知道，告诉你说你前面会遇到什么，那你害怕什么？我就不用害怕吗？连上帝都让我知道前面会遇到什么，那我就先预备好，等待这个来吧。不是说那就跳过可以吗？不，因为每一个神所预备给我们的挑战困境，一定有神更美的祝福跟旨意在其中。那你要领受祝福跟旨意的话，那你应该是怎么样？靠主刚强，有没有？上个礼拜我们所说的，我们要刚强站立，我们要面对困境的时候，求神让我逃避恶者的这些的侵害，但是我知道我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这是你可以确信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神，让我们明白，保罗就在这里很坦然的告诉我们说，他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贵，只要行完我的道路。保罗明白，即是从神呼召来的，必有神所预备的每一个路段，每一个路段的遭遇，神既然是都已经预备好，他坦荡荡的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为了就是要成就神要他所成就的一切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所以对保罗来讲，不是生与死的问题，他所在乎的是我要完成使命，使命必达，这是保罗一定成就的，而且已经成就了。他知道神为他所预备的是超过他可以承受的，然而神既是预备，就会有所预备，让他可以在他的身上彰显神的荣耀来。所以感谢神，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阿们。所以愿神给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要活出福音的价值来。阿们。我们一起说来，要活出福音的价值。是的，要活出福音的价值。最后有一个信息让我们也提醒我们，保罗说他服侍主，他要面对很多的捆绑以及患难，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也要存着为主受苦的一个心志哦。好，我们要清楚，我们为神服侍神的时候，撒旦一定不喜欢我们，他把我们当作是敌人看待，
他会想尽办法阻扰我们，或者是搅扰我们，或者在耳语上不断的否定我们。但是我们要说，主啊，我靠你刚强得胜，我服侍你是为了要荣耀你。所以服侍主越多，受攻击就会越多但是这一切的攻击过后，你知道吗？就会有更多的见证成为你生命的故事。阿们。所以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会受攻击，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一些的攻击过后，你知道你会有说不完的见证。上个礼拜牧师谈到我们在于此的见证，对不对？那你想说我们这个过程就是这么的美好吗？没有，在当下的时候流了多少的眼泪，流了多少的汗，流了多少的面对多少的这一些的挣扎，这一切在当下的时候是极其不好过的。甚至乡民都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在这里跟我们受苦啦，你们又不是我们鱼池人，你们回去高雄吧，你们太辛苦了，不要这样，孩子这么小如果被压到怎么样，对不对？你们不必了，你们赶快回去啊。他们是这么疼惜我们呢，你就知道当下我们是面临多大的一个危险。然而你知道吗？神告诉我们，在最困苦的时刻，如果我们离开他们，他们就会把我们认定你们是外人。所以我们留下来，是因为我们知道，主要我们与受苦的人同受苦，为了让他们经历我们心中从基督耶稣来的爱。阿们。所以我鼓励我们所有的小组长，也许神安排给你的组员不一定让你很顺遂能够引领他的，但没关系，你要坚持，继续坚持。在祷告里面心平安的话，你就知道神一定有更美的旨意要在你跟他当中来彰显出来。阿们。愿神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确信。所以保罗他是以服侍主、荣耀主为最终极的目标，而你我呢，就愿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也有这样一个心志。所以活着是要服侍主、荣耀主，我们一起来说，来，活着是要服侍主、荣耀主。对，这是我们终极的一个目标，在你我的生命的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雷根总统他这么伟大的一个领袖，他有退下来的日子。我们也看见我们的现任的总统，他昨天也告诉我们，他也即将要卸下来了，对不对？在整个过程里面，我就很好奇，他说他退下来以后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啊？你们有没有听到过？他说他要搭火车，然后绕台湾一周，很特别原来他有一个兴趣跟我一样的，他喜欢吃一个品牌的泡面，第一个字叫做来的3个字的第一个字叫做来的哇，我们说很特别不管怎么样，他也确认说他有退下来的日子。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如何信誓旦旦的对下一代说，我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一个信仰？你如何留给你的孩子，或者我们的后辈，说我们对这一份的信仰是怎么样的来表达？这份信仰对你的生活、家庭、工作、健康，对你的服事是怎么样的翻滚的，而是在翻滚中不断往上来提升，没有？这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我们看欧洲很多的教会就渐渐的没落掉了，那我们呢？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下一代对这份信仰是怎么样呢？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这福音
若是神的大能，那我们就应该要更把福音的能力活出来，见证出来，这是我们所必要的。所以我们可以宣告，我是上帝国有福的人。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我是上帝国有福的人。阿们。你有新的看见，有新的盼望吗？阿们。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好，我们要来导读喽。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2章21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2章21节。我们来背看看啊。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2章21节。OK， 我们每个人来诵读。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阿们。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2章21节。阿们。太好了哈！最后我们来宣告好不好？来，我宣告，我要自洁；我宣告，我要脱离卑贱的事；我宣告，我要做贵重的器皿；我宣告，我要成为圣洁；我宣告，我要合乎主用；我宣告，我要行各样的善事。阿们，阿们，阿们！太棒了哈！那我们天天有这样神的话语浇灌我们，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就是灯，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OK， 感谢主。这时候我们起立，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宝甲发现活水奔向，在你圣洁光照，完全无法躲藏。你宝血涂抹，生命重现光芒，享有属天喜乐，如鹰展翅飞翔。我要赞美，扬声赞美，宣告属天的产业。我要跳舞，尽情跳舞，拥抱爱我的救主。哈利路亚！让我们透过诗歌，就像我们的生命的经历一样，让主喜悦，荣耀就在我们当中为我们所预备。阿们。仰望十字宝架，发现活水奔向，在你圣洁光照，完全无法
神，我们谢谢你，你荣耀的宝座设立在这里，因为你众百姓用赞美、用感恩，像祭一般的缭绕到你的眼前。谢谢你，让我们跟你更多的亲密连结，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你的手中，一切你稳固，我们就必然稳固，并且你是绝不动摇的神。谢谢你，让我们建立一个绝不动摇的国度，在你的面前荣耀你。谢谢你保守我们台湾选举能够平安的经过，未来的道路更是充满了喜乐跟祝福，也将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家庭交你手中。主啊，让我们以一生服侍你为荣耀。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祝福我们，医治我们，恩待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的奉献信息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今天的经文是保罗所说的，他在服事时常常透过双手劳动帮助软弱的人。他很有信心地说自己是个好榜样。他也曾在哥林多前书说过，你们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代表保罗尽心尽力地跟随我们神的道路，在上帝面前，他是一个好善乐施、慷慨的人。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意思就是服侍别人比接受别人服侍更能得到祝福。虽然这祝福不一定会立刻发生，但当你做的越多，你所得的喜乐就越充足。阿们，更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就像周牧师常说的，荣耀归给上帝，功劳归给别人，喜乐留给自己。阿们。当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无论是工作、学校、家里，给予帮忙的时候，也尽心尽力的做好我们的本分。上帝带下来的恩典跟祝福，绝对是超过你我所求的。在奉献上面，当每个人出于甘心乐意的献给我们的神，并且给予最好的，这就显出我们的信心了。神先给我们各样的丰盛，各样的丰富，而今天你我的奉献就是领受的加成，更是昌盛的宣告。上帝赐福今天你我的奉献，阿们。接下来是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请我们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今日到主世人座前，谦卑领受生开始命奉献。活泉，神灵助我从心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力上加
众起坐，请本堂潘牧师来事工分享。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这个时刻，我们来看我们永光教会的消息。好，这个上面我们看到的是这一周的导读的引言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引言，礼拜天都是引言，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写下来，在我们的抄写经文的这个表格上面。好这一周都是在讲耶稣哦，经文都会出现跟耶稣有关的。那当我们透过引言，然后每一天的导读经文，就能够帮助我们对耶稣他的形象，还有耶稣他的本质就更了解。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耶稣来，请耶稣。是阿们吗？阿们。所以呢，你把它抄写完了没有？今天回去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抄写起来。那这本呢，到了年底呢，我们交出来的时候，这本就成为我们的圣经了，是我们自己手抄的圣经了。好，那我们每一天的导读经文呢，我们按着神给我们的丰盛，这就像是我们属灵的粮食一样。是，所以这是神量给我们的产业。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写，好不好？阿们哦！每一个人都来写，你就能够吸收从神来的那属天属灵的养分，你必能够健康，也必能够分赐你的恩膏，哈，叫我们幸福满意。好，所以呢我们的导读经文呢不仅用话语念出来，然后我们的导读经文呢，好比说人的生活、人的动作、存留都在乎神，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在 RPG 的时候，第一句赞美的时候，你就可以手举起来，你就可以说：主啊，是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你，我赞美你，因为我是从神而生的。阿们。我们就可以把导读的经文，把它放入到我们 RPG 的第一个赞美的经文。你看，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宣告上，你的体内都充满了神的话语。牧师跟你说，因着这样，连你的工作绩效都要成长。阿们。这是必然的，这是神要加给我们本来的福分。所以呢，我们开始抄写导读的经文。现在有小组长有这样的方式，小组聚会前呢，提早到，然后大家呢一起把那个导读的经文，然后大家一起把它抄写，把它抄写完。小组长愿意多为组员多走1里路吗？是。这是一个很棒，因为呢，在我们的牧养当中，我们的小组一定要用神的话，一定要用祷告来牧养他们。若不然，你有什么样的东西来牧养他们？唯有从神的话，这就是我们的亮光哈。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今年把它来完成。好，接下来有一个非常恩典的福分，就是2月份的受洗来了。好，那请我们的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神的灵感动你，在座的你如果还没有受洗的话，你今天坐在这里，神他要给你一把钥匙，那一把钥匙就是要打开你跟神之间那个过去是关闭的门，如今透过你的受洗，你承认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那个关闭的门要打开了。阿们吗？阿们。是，所以我们的组长们勇敢的跟你的组员，他如果还没受洗的话，你跟他说，你来受洗，你来受洗，对你必是加分的。好，所以我们要带着信心来对我们未受洗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所爱的这一些的家人哈。好，接下来今天有主日服侍的人员的训练，请问有服侍人员的举手一下。主日服侍人员的，好，
如果你有被安排，一定要出席哈，然后让我们更知道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的服事，让礼拜能够更流畅。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有开长执会，还有我们的小组长的会议。那我们取得了一个共识，就是针对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主日礼拜的时候呢，常常呢前面都有一堆的空位，那很多人呢都跑到后面去做了，所以我们大家就在想，怎么样来面对，然后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后来我们的铁三角，我们的组长，我们就说，那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引导座位的人，鼓励弟兄姐妹呢带领他们都往前坐，往前坐。那如果前面还有空位的话呢，铁三角先来补上，铁三角先来补上。所以呢，到第2排到第6排，第6排请举手一下，第6排，1、2、3，好，第6排。好，第6排，好，第1排扣掉来，从第2排开始，第2排到第6排，好，到美珠那边举手，美珠，好，大概到这边的位置。所以呢，如果前面我们的组员来做了，还有空位的话，我们请我们的铁三角同工往前坐，让我们永光在座位上面能够带出好的习惯，形成好的文化，阿们吗？好，所以这从我们铁三角带头来做起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好，我们今天有财务的训练会，还有下个礼拜有召开小会还有在1月21号有那个长老的审核和会手册。好，接着，好，我们1月28号也要留意哈，1月28号只有1堂的礼拜。那这一堂呢，我们礼拜5完，然后呢有定期的和会，可能有一些比较新来的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兄姐不晓得什么叫做定期的和会。在我们的教会里边，1年呢，在年初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和会，然后呢就报告过去1年教会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好，让我们弟兄姐妹很清楚的在教会里边是怎么样，牧师跟我们的同工是怎么样带领我们往前，好，所以我们对教会呢会有1年的一个事工的一个概览了解，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在1月28号来参加我们的礼拜，然后参加我们的和会特别在这一天呢，我们邀请到从美国来的一位董俊南牧师，他特别要跟我们讲新约，他是神学院的教授，那邀请他来在我们的教会讲道，他特别要分享新约所以呢也对我们同工，对我们弟兄姐妹有很棒的一个领受所以大家可以邀请我们的朋友来参加。好，那导读经文呢，刚刚周牧师有讲，所以我们也尽量按照这个时间来缴交。好，我们永光培育学校我们3月开始，今年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前进，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影片。好，我们的广告的影片，声音。看到的这个都是在我们的课程的内容的活动当中，所以我们的培育学校是非常活泼的。每一个主题都能够深深打动我们的心好，这个是预言所以呢在我们的营会当中，我们有许多被操练过的我们的同工能够来为你预言。整个培育学校呢是堆叠累进的课程，所以我将这3个课程分别定义成为成长班的剥洋葱阶段，还有门徒班的圣灵清创恢复期，以及领袖班穿戴全副军装预演期。以下呢，我要细细的跟大家分享我对这3个阶段的定义跟说明。第一个阶段是神先让我知道什么是原罪，什么是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还有孤儿的灵这些。神是我们的大医生，他先为我做了诊断，超音波的诊断之后，让我了解这些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接下来我就进入了门徒班领受异象。
这个阶段也是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始点，因为我属灵的眼睛被开启了之后，圣灵开始进行了一连串的治疗。神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这个伤患的地方是如何被他来清创，就像瀑布一般，圣灵的水流不停的浇灌我，不停的让那个水流在这伤痛处来治疗。后来又有超自然的方式来挽回我跟家人的关系。然后呢，最后就进入到了领袖班。神让我穿戴刚强的盔甲。课程当中，除了了解神赐给我哪一些宝贵的恩赐之外，也教会我如何去战胜这些仇敌的诡计。最重要的是，神开始让我学习用耶稣的爱，凭着信心和行动，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开始的聆听主的声音，这才真正的体会到培育课程里面所教导是需要透过实践，从内而外的合一，是我认为最真切的做神的门徒。罗马书10章14节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阿们。永光培育学校的课程不但使我在服事上更有信心，很多的疑问都有透过牧者、讲师们的分享，直接带领我更快速的找到生活中的重心。也给我最大的收获跟改变，就是说话的态度，也让我有勇气培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已经接受完了装备，我随时可以接受考验，因为主已经赐给我那不动摇的信心。感谢主。所以，如果还没有接受我们培育学校的弟兄姐妹，欢迎我们都来报名。那如果还没有受过这个培育学校的装备的你可能会收到一份入学通知单。好，这是教会里面，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福分，所以让牧师呢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跟使命哈。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不要年终大扫除？要，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各自的所要负责的区域，还有呢时间，请我们的区长呢来提醒，让我们的组员大家一起来哈。所以特别呢，请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私人的碗盘、私人的电锅放在这里的锅炉，通通可以带回去哈。好，那还有你的鞋子、拖鞋放在鞋柜的，也都带回去。我们全部都要清空，要不然没有地方可以放置了哈。好，所以在1月几号之前呢？1月21号之前，好，那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把它清空带回家哈。好，再来。好，恭喜本会的潘纯勉牧师当选中会副书记。好，你们为什么拍手？这个副书记很忙的。在礼拜2的开会哈，那在中会的选举当中，所以牧师就被选为副书记哈。副书记呢一选上之后，马上就坐在那个副书记的那个书记台，然后都要开始来留意。隔天就开始开了2个会，在第3天再开会，第4天再开会，哇！整个中会的事情都是干部要负责，副书记，然后接下来呢就变成书记，再来呢副议长就变成议长，所以呢他一年，所以都在学习。那我们的中会有100间教会，我们永光教是其中之一的教会这些的中会呢，谁来关心？就是这些的干部。好，所以一定要为牧师祷告。所以刚刚周牧师讲到的时候说要为牧师祷告，对不对？对。因为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关心中会，牧师别的教会的牧师要就任，我们也要去主持特会要去为他们按牧所以现在都是这些的干部，所以牧师呢现在被选为中会副书记，就是要跟他们一起去担任这一些的事工。所以我们的同工呢在这些的事情上面呢，可能有一些事情就要我们来多担待，是那也让我们多多为我们的牧者来祷告，让我们健壮
好，让我们能够在各样事情上面都有神的时间的管理啊，在教会、在中会上面都能够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神的智慧来面对。阿们吗？阿们。好，所以牧师很需要你们的带导。好，接下来我们永伟牧区，哇，他们要出去玩了。2月28号是，所以呢，永伟牧区的弟兄姐妹，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邀请 Best 来参加。好，所以呢，我们也看这个时间，然后呢，赶快来报名哈。好，是永伟牧区的。那你说我如果要跨牧区呢？跨牧区，除非你有带 Best。你有带 base 才能够跨牧区哈。好，所以这个也让我们了解一下。好，再来。好，那我们现在有没有新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好，我们也真的是非常欢迎在直播上面与我们一起来敬拜的。那今天呢可能也有新的朋友，有新的朋友在我们里面吗？好，那这个时刻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一起来彼此的来祝福。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来一起是爱你，让那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像另外一边的人，你没有跟他打了招呼的，爱你，让那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向左向右转。爱你，让那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是的，喜乐充满爱。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是的，神是我们每天好心情。请我们仍然站立，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愿上帝无比的爱、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的引导感动，让你们天天活在神的丰盛当中，也成为美好见证，成为福音的出口，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下个礼拜一定要见到你。下个礼拜一定要见到你。上帝祝福我们，大家平安，请坐。